運會，活力大灣區，耶！我覺得係體現咗我哋一個全民參與，唔單止係我哋專業嘅運動員參與，我哋學生啦、市民咧都一齊咁樣去參與，亦都可以俾我哋咧喺新嘅科技嘅支持下、帶領下咧，嚟到幫助我哋能夠更加有一個科學性嘅運動體能。我哋舉辦呢一個活動嘅，我哋嘅目的咧係希望咧將我哋全運會嘅精神通過我哋呢個活動帶入社區，亦都同時候將人工智能 AI 呢一個概念，而家喺我哋內地咧非常之興起，亦都咧係普及化。而我哋香港社會咧，亦都咧係需要咧係更加多將我哋人工智能嘅科技啦，同埋一個創意咧帶入去社區。而運動就係我哋最好嘅契機啦。其實我睇今日嘅活動咧係非常之成功嘅，有3大嘅重點。一咧，今日其實唔單止係一個體育嘅活動，除咗有體育咧，仲有 AI， 因為其實而家潮流咧都係用 AI。咁對我哋區嚟講，特別係我哋班青年人咧，我相信個感覺係非常之新鮮嘅，因為透過運動，佢哋都可以利用一啲科技。咁所以咧，頭先見到咧個氣氛係非常之好嘅。第二樣嘢，其實呢一個活動咧，亦都係好主要咧，我哋慶祝國慶76週年嘅一個活動。咁我哋覺得咧，我哋慶祝國慶咧，可以透過方方面面，例如包括咧就係做運動啦、一啲比賽啦，令到咧就係整個區呢個氣氛咧都能夠咧熱鬧起嚟。第三樣嘢咧就係全運會，今年咧我哋好高興，亦都榮幸咧就係我哋嘅香港加埋咧就係澳門啦，加埋廣東省啦，我哋整個大灣區咧都係能夠有呢一個榮譽咧去舉辦我哋第15屆嘅全運會嘅。咁所以咧，我哋必定咧，我哋黃大仙區咧作為18區之一咧，我哋都會全力以赴咧做到最好嘅。本身咧黃大仙區咧係一個活力嘅社區，雖然咧我哋嚟緊全運會，但係其實咧全方位咧已經去預備嚇，無論喺學校啦、社區啦，我哋都有好多嘅活動咧，可以讓我哋老中青嘅人士咧參與其中。我哋都希望我哋嘅運動員同以至我哋嘅學生咧，響方方面面嘅參與咧，都可以將活力大灣區展現出嚟。香港運動員加油！全運會，活力